上帝是神，敬拜伊的人得用心灵甲真诚敬拜。提醒兄弟甲手机关机。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进入今仔日的礼拜，请奏乐。
我对上主求一项代志，就对伊求即项，互我一世人踮伫上主的厝，伫圣殿仰望伊的阳光，找求伊的指示。现在，请咱来吟圣诗185首。造化的神，你伫早时，请咱起立吟全首。兄弟请坐。这时，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你是创造的源头，嘛是疼的起头。愿用敬虔的心来亲近朝见你。感谢你保守阮台湾。顶礼拜虽然有风台经过，毋过无重大的灾情发生，阁互南部有够野的雨水，通度过欠水的危机。阮要继续求你看顾南部天狗热的疫情，求你互阮的政府的防治工作有效果，疫情会当得到控制。阮同时嘛要为着阮教会兄弟的需要来祈祷，
愿中间有辛苦白疼的，求主亲身医治，互阮体验喜乐的心就是良药的好处。阮就脱离忧愁，阁有盼望。阮中间有为着工课的代志在操烦的，求你互阮经历你的信息供应，帮助阮无论伫什么境况内底，拢会当刚强，倚靠主，得到智慧来解决问题。主啊，阮搁较要将今仔日的敬拜全然献互你，求你的圣神同在，保守牧师会当开拓你的话语的奥妙，互阮明白阮是你所疼、所眷顾的儿女，互圣经的真理成做阮信心的美娘。愿主听阮的祈祷，愿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阿们。接续咱来启应文第6篇，也就是诗篇16篇。我来启，请兄姐来应。上帝啊，求你保护我。我捌对上主讲，你是我的主。地上的圣徒实在真尊贵。去对别个神明的人，一定加添痛苦。我毋参与因的献祭。上主，你是我的产业，我的福杯。你将真水的土地分予我。我要称赞教是我的上主。我不时感受上主的同在，所以我的心欢喜，我的心快乐。因为你袂甲我放煞伫阴间。你的教是我人生的道路，伫你面前，我有满满的欢喜。接续，咱来共读圣经。上帝的话记载伫《传道书》第1章第2节到第3节，以及第14节。我传道者讲：空虚的空虚，空虚的空虚，一切拢是空虚。人一切劳苦打拼，就是伫日光下面的劳碌有甚物利益？我观察日光的下面所发生一切的代志，看出一切拢是空虚，拢是掠风。接着，咱请圣歌队来带领咱赞美，因要赞美的曲是圣城。
感谢圣歌队美妙的歌声，带咱做伙进入上帝的阳光。接续，咱要恭请本堂黄牧师来正道，伊要讲道的题目是《日光下面的空虚》。咱三到祈祷。做阮经过人生的事，有侪侪阮无通明白，透彻袂到。就阮恳求你，透过你的神，也互阮来明白，互阮知承认阮智慧有限，但是透过你的圣神的启示，互阮来晓悟，会来明白，也互阮伫生活中间知你互阮的真理。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对即礼拜开始呢，咱要有几遍来讲起到传道书，有几遍的讲道来讲起到传道书。我相信咱若有照进度咧读咱的圣经，咱一定会读到传道书。对开始我要来分享几项我对少年到即阵读传道书的一寡的经验。小在早时读传道书的时阵，内容无都完全真深的明白。不过呢，上界印象上界深的，就是不断出现一个名词：空虚的空虚，一切拢是空虚。规本读了后，像差不多记一几字：空虚的空虚，一切拢是空虚。迄是对文字上来讲，这是真消极的一个观念。那像是伫逐日讲一项事，一切努力到伫落尾，拢是空虚。到伫落尾，亲像一场梦，拢规日空空，一无所有。所以人生的代志，毋通伤过认真。迄是单纯对信仰的角度来理解讲，毋通将你的气力投资伫遮会空虚的代志顶悬。就是圣经内面讲，毋通听即个世界，爱即个世界。专心专意爱上帝就好。世界的代志、世界的追求、车快宴乐，放伫边，毋是你努力的目标。咱得要专心一意来追求属天的事。生活真简单，思想嘛是真简单。我甲牧师娘拢是安尼真过会当简单生活的人。后来我有家己的家庭，我有囡仔。有各种的生活的需求，所以我就需要愈侪这收入、金钱来支付生活中的这需要。迄时过来读传道书的时阵，就发现过去看做是空虚的这金钱物质，就毋是空虚的事，乃是生活的一个现实。后来人生的经验愈来愈侪，搁读传道书的时阵。就知影传道书内面所讲即个空虚的范围，毋若是咱物质上看到的物件，也包含咱个人生老病死，包含知识，包含智慧，包含国家，包含社会、政治，所有这个议题，嘛拢包含伫即个空虚的这个范围内面。金钱是空虚，但是伫现实的生活中间需要钱。知识是空虚，但是我需要知识，追求知识，通知一切，才会当安尼担任，会当好好来讲道。知识是空虚，但是囡仔大汉，也希望伊好好读册，追求知识，考真好的学校。快乐是空虚，但是我着爱互我厝内底人快乐啊，所以嘛是爱常常带去佚佗、吃喝玩乐。社会议题是空虚，但是咱实际生活中间会拄到政治的议题，惊吓，拄到无公平、无正义的代志，安尼真愤怒，哪会是安尼？咱会关心政治，我家己嘛有我家己的政治立场。搁读传道书的时阵，进一步了解，其实传道书内面并无互咱提供互咱会当解决明白人生的课题的一个答案。如果你来读传道书的时候，会可能互你搁较有真侪疑问，有真侪矛盾。
既然一切拢是空虚，那么用什么态度来面对伊呢？因为这是非常消极，那就是提醒咱唔通伤过努力、伤过大作为伫世界的代志，但是事实上伫现实的生活内面，这是无可能啊。咱生活世界，世界无永稳，咱爱真悠悠哉哉、随心所欲来过这日子，所以咱嘛袂当同个囝讲啊，一切拢是空虚。所以知识是空虚，学位嘛是空虚，趁钱嘛是空虚，工作嘛是空虚，毋免伤过认真。所以如果咱若是对传道书对着这种空虚的一个观念的时阵，咱可能会陷入伫实际生活中间真大一个困难、真大的矛盾啊、真大的冲突安尼。传道书内面所讲，写所有一切空虚的事。伫我现实的生活内面，每一项拢有需要，而且拢要用真大的气力去追求、去安排。传道书的作者讲，伊起大楼、起王宫，发觉这是空虚。我少年时常常搬厝，搬10几遍，算16遍，到时上尾一遍的时候无算安尼，非常生气，讲计互你有够歹命的安尼，常常咧搬厝安尼。咱敢袂当好啊？一间厝安尼吼，啊住伫遐拢免刷叮当，所以徛家、王宫、厝地，毋是空虚需要。传道书讲，伊听歌、看跳舞，这是空虚。但是我著真爱音乐啊、唱歌啊、听音乐啊、听音乐会啊。知识是空虚，读册愈侪，写作愈侪，啊，就愈空虚，愈侪烦恼。但是我是做牧师啊，逐礼拜就嘛借册，读真侪册，啊，逐礼拜嘛爱写讲章，啊嘛知爱写字，啊，牵伫咱的周报中间。空虚的事我拢爱去做，智慧是空虚，但是我常常向上帝来求智慧，讲上帝啊，教会代志遐尼济，无会事遐尼繁杂，需要智慧。快乐是空虚。但是必须要安排休假去旅游，甲厝内底人可能去到国宾饭店食一寡饭，享用美食、自助餐，让自己快乐，会当做欢喜的代志，互家己快乐。传道书内面所讲一切遐空虚的代志，现在我拢需要，拢希望会当享受到。有时我感觉，传道书的作者可能是一个年老的人。伫伊年轻的时阵，伊享受一切，所以我嘛希望，我会当亲像伊共款，伫我年轻的时阵，会当追求真好美好的事，会当享受我的人生，我会当体会一切，享受着一切所谓的空虚的代志。安尼，我会当到年老的时阵，甲上帝报告讲：上帝啊，这我拢经验过啊，有影亲像传道书内面所讲，真正拢是空虚，但是伫我体验这个代志，我已经享受着这个代志。所以伫少年时阵讲啊，一切拢是空虚，这拢无需要哦。但是后来还有真大一个改变。少年毋知影代志，毋知影生活的现实。问题就是，如果咱若是安尼来体会传道书，一切拢是空虚，一切拢是空虚的时阵，照安尼来生活的时阵，咱感觉，敢若甲伊所教导有真大一个矛盾，一大冲突，伫现实上都毋是安尼。后来佫读传道书，将我家己本身放伫，如果我若是传道书的作者的时阵，啊，我的心境到底是怎样？我要安怎样徛伫伊的立场、伊的处境来明白传道书这项书？后来我发觉，其实传道书的作者嘛真困扰啦，安尼。啊，伊本身嘛真困扰。伊毋是讲用一种的态度讲，对，就是空虚吼安尼。这件事就是空虚，因为对同一项事，伊的看法常常安尼反反复复，前后的立场无一致，前后的讲法矛盾安尼。所以既然伊若常常安尼反反复复的时阵，
咱敢会传道书就定定讲，对，一切拢是空虚，因为传道书的作者并无安尼讲。因为伫讲即句，那是真绝对的时阵，内面佫有真侪反悔事。所以拄则透早圣经内面讲，空虚的空虚，一切落落拢是空虚，有啥物利用呢？但是伊伫传道书内面佫讲，咱也伫一切落落中间来享福，这是上帝的赏赐，是一项美好的事。到底是好啊无好？传道书内面佫讲，上帝赏赐互咱财富资产，这是空虚，但是呢，上帝赏赐财富资产，这是上帝赏赐，互咱会当享受，得到咱伫落落中间应该有的报赏来享福欢喜，这是上帝的赏赐。到底是好啊无好？快乐是空虚，但是后来佫讲，人活偌济年，就应该快乐偌济年。到底快乐是空虚还是无好代志？还是应该去享受的代志？伊讲有真侪无代志，伊即个代志毋是新的事，新的代志周而复始。你出力了这互你感觉真空虚。但是咱来去了解时，发现上帝创造日甲月，你出力了一天过一天，伊定着即个节期，春夏秋冬周而复始，互你感觉有时安那呢？重新落来，敢若拢无新的事，空虚。但是若无春夏秋冬这个轮回的时阵，若无即个节期，咱要安怎定着咱的生活的节奏？咱就无一种稳定感。我到明仔载毋知影明仔载日头会起来袂？我到明仔载毋知影到底明仔载发生啥物，我无法度料想的代志，无定着无稳定。如果若无节期，咱就无法度做啥物种的计划。一礼拜了后，两个礼拜了后，咱要做啥物代志计划？甚至过计划一冬了后，如果若无你出力了，周而复始，做这代志咱无法度去做安排。人生真侪矛盾的代志，人生发觉毋是黑白分明，毋是照咱所了解的因果、善恶。善有善报，报应的公式咧进行。所以圣经内面讲到，传道书内面讲到，义人做好事，行公义的事，受害受压迫；歹人行恶，会当享受长岁寿甲财富。我感觉这是非常矛盾、荒谬的代志。人生的代志，人生的境遇嘛，是照咱所安排的计划去运行。你当做真侪计划，但是毋是你所会当掌握，毋是照你计划来发生。但是呢，虽然是安尼，这是空虚，但是伊个勉励来讲，你嘛爱把握机会去亚证去发展安尼。到底是计划较好，还是毋好？既然无法度掌握，这是空虚。但是计划是好，也毋好。伊讲你嘛爱叫做计划，嘛是爱做努力去发展。智慧是空虚，有限，无法度去透彻万项事，所以智慧是空虚。但是伊佫讲智慧真好哦，因为智慧会当互咱明白人生的事理。若无智慧，咱要安怎样去明白世界的事呢？到底智慧是好也毋好呢？所以你就感觉讲，这个传道书咧写这个传道书的作者写。传道书时，伊嘛咧反反复复，所以你若要找到一个绝对的一个定义，还是绝对一个真理，还是一个判断的时，发觉伫传道书内面无法度。有一个朋友捌甲我卖完吼，伊讲黄道妹，我感觉吼，昨听你讲的话，今仔日反反复复，我感觉你变来变去。我讲无，我都毋是变来变去的人啊。听你讲话，就是咧变来变去。昨你讲安尼，今日佫毋是安尼。昨你的想法安尼，今日佫改变安尼。你著变来变去安尼。我讲有。想想真正有。为什么会安尼？我来反省一项事。有真个代志我无度去理解。有一个代志我无真确定。所以昨我讲的话是照我所知影、我所拄到的资料，讲出我所明白的。
但是我无确定，敢真正是安尼？常常有一个疑问，敢真正是安尼？我敢是已经有掌握应该有的全部知影资料？后来可能经过一暝，听一寡代志，甲朋友咧讲话，得到一寡新的思想、一寡观念。我感觉讲得较对呢。我感觉伊提供我一寡我所毋知影的物件。所以呢，我就有一寡新的，搁较侪了后，我今日去讲的有增加。有改变，所以我毋是一个反反复复的人，只不过我了解，我可能毋法度去掌握所有真明确的一个事理。有真个代志，在我生活中间，必须要接受一寡改变。所以对别人来讲，这人听咧变来变去的感觉。但是我感觉这嘛是一种探讨事理真实的一个态度。有真侪代志，咱拢无法度完全了解。所以有时我感觉，反倒当有一个人讲话真明确、真确定，就是安尼，就是这样，就是这样。我嘛感觉真烦恼咧。敢是真正安尼？对，就是这样。那么经过思考，伊就感觉讲就是这样。以前我感觉讲，你遐尼肯定我家己拢无肯定，你遐尼肯定。我相信这是传道书的作者，当伊咧写这本册的时阵，伫内面一直伫遐探讨，一直伫遐探讨。所以传道书哪像就无法度提供互咱真明确、真肯定的答案，到底是好还是毋好，到底是对还是毋对？传道书的作者伊嘛是伫遐探讨，所以感觉讲。这是空虚，但是感觉空虚说嘛是真好。反复去思考，反复去体验，反复去探讨。原来人生每一件事拢有正面甲反面，有好的事，嘛是无好的事，而且这项的事拢常时发生，一体两面。凡事拢是空虚。但是万项事拢有定着时，万事拢是空虚，有好甲歹。但是上帝造万物，照伊定着时，成做美好。是毋是连空虚嘛是美好？所以，如果咱是对一种的单一面的角度，真简单的模式。咱要去抓到一个原则，探讨一个因果，照这个公式来了解、来人生、来期待咱的世界发生的事，你有发觉，你无法度去明白这个事理，因为这真侪代志拢毋是照咱所想的，所以有真侪是哪会安尼？无应该安尼啊！这样代志到真正是真荒谬。一切都是很荒谬。如果你有这种感受，感觉这是真矛盾的时候，我相信你已经慢慢体会这个世界真实的真相。传道书的目的就是让咱了解，其实咱的生活是充满一个矛盾的一个世界。咱生活一个世界就是充满矛盾的所在。伫这所在，咱的人生嘛充满矛盾。充满真侪咱无理解的事，无与适从，无力感。空虚那是一个真大的困难，掌管咱的人生，掌管咱的世界，掌管咱的环境。传道书的主题就是空虚，所以咱要进入到一连串咱的题目进程，咱必须要去了解。到底空虚什么一个意思？第一章、第二节、第三节，你所来讲到空虚，空虚，一切拢是空虚。然后还有一个名词，日光的下面。所以这是因为常常出现一个真重要的主题甲名词，所以咱若要了解传道书，咱必须要伫这两个主题中间来了解。先了解这两个名词了后，咱才能了解下面咱所讲的话。日光的下面，一切拢是空虚。日光的下面是讲什么？
当然，这对字面上来讲，这是讲到日头会当照甲影响的一个所在。具体来讲，对空间来讲，日光的下面就是咱生活的一个环境，咱这个世界。这个环境内面有土地、有环境、有人群、有社会风俗习惯，有咱的文化、经济制度、政治制度，这拢会影响到咱的生活方式。日光的下面，对时间来讲，而且咱会当看到春夏秋冬，咱会当看到日出日落，咱会当感受到时间的快乐。所以是日光的下面，咱会当慢慢年老，咱的衰弱，甚至有真济代志伫时间的内面慢慢毁烂败坏。所以伫这个所在讲到日光的下面，伫咱生活环境内面。伫咱的一生的中间，这是一个空虚。日光的下面嘛是讲到咱的一生，所以伫日光的下面，咱的人生、咱生活周围这物件，拢是一切空虚。所以罗马书第8章迄个所来讲到，受造的万物嘛是屈服伫空虚的下面。空虚管辖咱人生，空虚嘛管辖整个的环境世界。然后伊讲。日光之下，一切会落落，一切毋是包含是物质的生活享乐，一切嘛包含咱所经历一切的经验，人生的经验，包含咱的财富，包含咱的智慧，包含咱的关系、社会现象，无论是看做好的，还是毋好的，无论是看做高尚的、卑贱的。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拢伫空虚的范围内面。第二，一个题目，空虚。空虚的时阵，有可能互咱感觉，伫咱可能生活环境里，咱文化内面，互咱会联想到佛教的一个观念，虚无。佛教的观念，空虚是空 ，nothing。拢无 ，nothingness， 一切所看得到的万物，第一个观念来讲，拢无实际的存在，只不过是一个幻觉，毋是一个实在存在的物件。既然这一切物件拢毋是存在的，所以咱就袂甲这幻觉的物件产生任何这因缘的关系。甚至咱本身嘛是无存在一个幻觉。所以，咱家己无存在幻觉，然后咱生活伫一个幻觉中间。其实所有物件，一切拢是幻觉，所以拢是空安尼。所以这是佛教内面咧讲到空无的状态，一切变作 nothing。但是呢，圣经内面讲到空虚的时阵，甲这个观念完全无共款。空虚毋是虚无。传道书讲到，人生是空虚，有几个名词来形容，就亲像讲风，就亲像喷雾，就亲像蒸汽。这个物件，伊是实在存在，是你看会到、你感受会到，而且甚至有实际的功能。风微微吹时咯，带来凉爽。露水、喷雾会当润泽土地，只不过这物件拢是真短暂的物件。正如内面所讲的，这空虚的物件，伊是实际存在。亲像财富，你当拥有伊，你当享受伊，会为着你做任何济代志，为着你买物件，然后你吃喝玩乐，然后你感受会到。会互你快乐，伊是存在的。不过，空虚的物件有几个特性。既然亲像风，亲像蒸汽，亲像喷雾，就表示讲这是真短暂，这是无定性，这是真无法度去掌握的物件，而且伊是会消散的物件。所以，
圣经内面所捌讲啊，你哪会去挖靠无定到的钱财啊？这是钱财是存在的，但是亲像风无定到。第二，空虚，伊的性质，咱是讲到伊是无路用，是无助的。所以，咱拄仔所在圣经内面讲，你一切落落有啥物利益啊？那无利益你趁着钱啊？你一切落落所得到的有啥物利益啊？安尼，当然是有利益，但是短暂的利益，但是久长来讲，伊可能消散，伊利益会消失，无法度掌握，无久长。所以咱要判断一项物件，伊到底有利益啊无利益，你就知影讲伊本身是毋是有空虚，还是无空虚。有利益啊无利益，有时阵是配合伊的情境存在。伫某一个情境有伊的利益，但是这情境改换变化的时阵，伊就无利益，就变做空虚。所以咧放弃这金钱的时阵，伊讲金钱会当买到真好的床铺啊，买入来有利益。但是床铺金钱买袂到真好的困眠，对着真好困眠失眠来讲，金钱无利益，所以金钱对着困眠来讲虚空。金钱会当买到真大的选择，但是买袂到真爱，所以对着追求真爱来讲，金钱是虚空。当你行到沙漠地的时阵，无水，伫迄个所在，水是至宝，但是金银财宝伫沙漠地无水的所在是虚空。环境有真大的变化，会考验你所拥有的物件，你所得到的物件，是毋是喷雾，是毋是风，是毋是空虚。大多数讲到年老，青春慢慢消失，咱的身躯慢慢衰老的时阵，衰败日子若到，伫迄个时阵，可能你过去所追求的代志，拢总正拢是空虚。我最近去看咱的祥伟医师，伊来讲一句话，短短一句话，我感受真深。牧师啊，3顿以外。莫食有诶无诶安尼，我安尼我知影安尼，食米对我来讲是开始空虚啊。即马听讲国宾饭店65岁以上半价，我老婆孙就讲，咱65岁半价呢，敢要去食？你敢敢食？想想卖较好啦，安尼空虚。明朝有一个杨慎伊安尼写。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是非成败总成空。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年老，一切功成名就，空虚。苦难病痛，嘛判断这个代志是毋是空虚，这若像一个镜。对失去健康的人来讲，一切事拢变做空虚。第三，伫真理的下面，这真短暂的物件，空虚的物件，甚至成做一个白贼谎言，惹看咱的心思，惹看咱的眼目啊，这真重要，互咱看不到真理，看不到真实。大多数讲，伫日光的下面，一切拢是喷雾，拢是风，有伊短暂的利益。伫某一个环境中间，有伊的价值，但是最后死亡来临。当咱脱离日光下面的世界，这所有一切，敢会亲像喷雾，亲像风消散。当咱离开这个
脱离这个日光下面的世界的时阵，佫有剩什么？如果咱若是无法度明白这个事理，有一天咱会脱离日光的下面，咱会进入到永生，然后这一切事，你要安怎就判断、掌握有真实的价值？日光的下面就是咱现今的世界，日光的下面就是咱一生活在这个世界中间，所有的事拢受限制到伫空虚的范围内面。到底有一天，咱要向上帝交代的日，这一切敢阁有伊的价值？一切敢是空虚？所以这是咱传道书内面所要探讨的这整个主题。所以短短一句，一个空虚的中间，互咱了解咱人生的事，安尼咱会当对圣经、对传道书的中间来判断。咱需要真济所谓空虚的事。但是，咱嘛要思考一件事，这个事有什么种的利益呢？咱三甲来祈祷。主，感谢你，互阮有真理会当明白。主，阮也承认，阮智慧财物有限。阮生活伫这日光的下面，伫这世界，充满矛盾。充满空虚的这世界内面，受到空虚的限制，阮本身一切努力的事，常常发觉也是空虚。愿你的光照阮，毋是这个世界光，乃是真理的光，互阮会当明白你的真理。虽然伫日光的下面生活，但是阮会当明白日光以外属天的事。安尼，阮会当学习。伫空虚下面脱离空虚，祈祷靠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接续，请咱用圣诗610首来回应上帝。耶稣是阮心所欢喜，请兄弟起立。
请坐。这时，请咱来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立来吟奉献的诗。亲爱的上帝，感谢你赐阮有丰富的恩典甲慈悲，赐阮每一人有无同款的才能甲智慧来服侍你，也愿你坚固阮的手所做的事工，愿也奉献金钱，互你所用。求你接纳，愿奉主耶稣的名求，阿门。请坐。接续报告，咱要先请文进长老来欢迎新朋友，甲报告教会的事工。是啊，即摆咧伫帮忙迄个曾长阳弟兄的迄个生活起居，安尼居家看护安尼吼，咱欢迎伊，多谢，请坐。啊来，咱即摆来看这咱的报告，迄个咱关怀。迄个关怀组咧招募咱的招待的同工，啊，毋望咱会当来关心这个事，因为咱对着招待开始，咱会当来搁较互咱的会友伫这个招待过程会当来清楚，咱兄弟姊妹中间的交陪是对迄个。开始对迄个交谈开始吼，啊，这个相片咱顶礼拜迄个关怀组有去探访到谢先祖长老，啊，甲迄个邱先进长老，啊，甲迄个林淑娟姐妹，因这几个家庭安尼吼，啊，嘛有去探访迄个真久，因为伊有跋倒，无法度来到咱中间的素慧姐妹，互伊伫住伫宝山双溪迄个所在。伊看起来精神是拢也真好，不过伊的行动，因为去有车弄着啊，整个过程变成他的儿子的敬远啊，他必须要辞掉工作，全部在家陪伴，哈，这是他们的那个一个居家的一个生活状态。如果你若有熟悉，会使可能是来打电话，因为伊无较身体的状态
就只能坐在家里这样子啊，吼。那希望咱会当继续带因关心来带到。啊，煞遮咱礼拜组有办理迄个音乐乐理甲视谱的迄个演习的课程。啊，这个课程已经有3遍的课啊，哦。啊，当然有去参与这个课程的人的会友，应该拢有感受到，迄个林志杰老师很用心的准备讲义，真的也很让我们从这个音乐里面来感受那种音乐的那个不一样中的美好哦，不一样中的美好，什么调什么调哦，有很大的一个。对我来讲啊，是一个很大的启发哦。原来音乐是这样子在，延续这个一个美好的生命哈。剩下来的是8月5号、8月12、8月19，希望有参与的兄弟会当能准时过来参与哦，好，这个课程会当做一个很圆满的一个结束。希望大家有参与的都能够进步。以上是我的报告，特别欢迎大家一起，尤其是年轻的一辈，能够继续圣歌队的一个服事。我们久了之后，就会觉得圣歌队的献诗是跟敬拜团是不一样的哦，分布的美妙，因为这才是真的很好，让我们可以感受美好。谢谢。接续我来补充报告哈，咱今仔日华语礼拜时阵哈，咱有欢迎吴宗义传道哈，伫华语礼拜讲道，咱真感谢伊哈。好，来第2点就是新竹地区的美美谷营队哈，儿童营队8月初3到初5伫咱附近的圣经书院来举行哈，所以咱主日的同工哈，拢嘛有去斗相共安尼吼，所以因早起吼伫华语礼拜嘛受车恳甲祝福。好，接续咱来看赞美操吼，赞美操的培训认证课程第1期要招生吼，就是9月初2到10月初7的拜六吼，早起9点到11点半，欢迎有兴趣的吼，就是讲咱知赞美操吼是透过音乐吼，透过歌词吼，就是拢圣经吼，用圣经的经节来去做歌词吼，佮会当透过身体吼，身体的运动吼，来去体验到即个吼，有兴趣的会当去报名吼，报名咱就是向村局执事吼，村局执事吼来报名。好，来接续哈，接续是咱看教界的消息啦哈。新竹中会要举办财务组的研习哈，就是8月12早起伫咱公教会哈。接续就是讲妇女哈的灵修的旅游是新竹中会妇女事工部哈举办的哈，所以是9月19到9月20要去台中甲嘉义。北部大会消息哈，就是东部7星、台北、新竹哈4个中会干部的训练哈，要伫8月初7到8月初8伫烟波饭店哈，毋过是花莲馆哈，毋是新竹哦，是花莲嘿。好，来总会消息哈，妇女新学的工总园哈要主办哈，就是妇女的事工委员会哈，要伫8月21到22伫杨梅的中华汽车人才训练中心要举办。下骹是全国客家基督徒的灵修会哈，所以主办单位是总会的客家宣教委员会哈，主题是传承更新再创造哈，因10月初3到初5要伫天母的阿产旅店。好。来教界的消息哈，咱台北圣乐推广协会伫9月初3要伫桃园的嘉南教会来举办一个经典的赞美诗的合唱演习会哈，所以咱是免费参加，若去参加的人会当免费来搁赠送即个经典的赞美诗2本哈，所以欢迎大家会当拨时间去参与。好，接续咱来吟祝福车恳的圣诗，圣诗400首，圣诗400首。
吟诗煞，请牧师来祝祷，请起立。愿上帝平安包括一切人所受的教会。每日基督耶稣保守恁的心、恁的念头。各愿全能的上帝、爸、囝、圣神的恩典，伫恁的顶面常常甲恁伫地。阿门。